好，歡迎嚟到中原地產，我係 Stella。今日嚟到又一居介紹呢間靚裝修嘅筍盤，我哋一齊望下。呢度係又一居15座低層私室，實用584尺，咁呢間都好靚裝修咯。做咗個開放式嘅廚房，好企理呢間。咁佢原色係3房，改成咗做2房。呢下飯廳呢邊係向東嘅，望出去啲樹景。有2個洗手間，下次啦。呢房係向東。原先呢度有間房，咁佢就打通咗，做咗書房、主人房。咁呢度有個主廁嘅，都係有窗。呢度近地鐵站，可租可買。如果大家有興趣睇，歡迎隨時 call 我。多謝各位收睇，拜拜。